你回不来也没事儿啊，反正你，对。你像香啊，之前我跟爸在这边就准备了嘛。你在家自己就简单弄一下，买点妈爱吃的水果就行了。对，那个水果可以用，你可以用那套盘子装。就上次你毕业的时候，我跟妈去看你，她给你买的那套盘子，还有碗，带花的，你还嫌丑。